唔知你有冇試過，明明今日冇發生咩大事，但你就係覺得個人好沉重。返工冇遲到，會議都過咗，屋企暫時冇人病，銀行戶口又未至於見底。照道理應該冇乜值得投訴，但你坐喺返屋企嘅車廂入面，望住玻璃窗反映出嚟嗰個自己，突然有一種感覺，點解我好似好耐冇真正輕鬆過？你打開手機，本嚟想放鬆一下，結果睇到人哋去旅行、升職、買樓、小朋友入名校，你唔一定妒忌人，你甚至會同自己講，做人要感恩，唔好咁負面。但越係咁講，心入面越有另一把聲。點解人哋好似活得好有方向，而我只係每日勉強頂住，夜晚瞓覺之前個腦更加精彩。今日開會嗰句說話係咪講得太快？老細個 emoji 係咪有含義？伴侶今晚咁靜，係咪對我有不滿？明明想瞓，但個腦好似有個夜更保安員周圍巡邏，唔肯收工。好多成年人都係咁，表面上你有工作、有家庭、有責任、有生活秩序，但入面就好似長期有個警報系統，未必大聲到令你崩潰，但就一直嘟嘟嘟咁響。你唔係日日喊，你唔係完全做唔到嘢，你甚至喺人前好正常、好有效率、好可靠。但你自己知道，你已經好耐冇真正快樂過，然後你可能會開始怪自己，係咪我太唔知足，係咪我太負能量？今集想同你講一個可能會令你鬆一口氣嘅角度，你未必係壞咗，未必係唔感恩，亦未必係天生負能量，你可能只係個腦長期開住警報，太耐冇人教你點樣幫佢降噪。我哋會用 Dr. Emma Hepburn 嘅大腦喜歡你這樣快樂，從轉念、專注到清空壓力，每天一點心理微調去講一件事。快樂唔係等人生全部變好之後先有，快樂更加唔係日日笑、日日正能量、日日覺得世界好美好。真正比較成熟嘅快樂係你知道人生有壓力、有責任、有失望，但你仍然有方法幫自己回氣，有能力同自己相處，有空間喺一日入面找翻少少穩定。心理說明書呢個頻道唔係想用一本書叫你即刻變成另一個人，我哋每一集都係用一本書講清一個我哋常見嘅心理卡關位。今集嘅卡關位係點解我明明冇出事，但我都唔快樂？呢個問題對好多人嚟講特別真實，因為我哋好習慣用功能性去量度自己。你有冇返工？有。你有冇準時交嘢？有。你有冇照顧屋企？有。咁你仲想點？呢句說話可能唔係人哋講你，可能係你自己喺心入面鬧自己，但心理狀態唔係咁計。人唔係淨係因為未出事就會快樂。就好似一部電話冇爆芒唔代表電量夠，一架車冇撞爛唔代表引擎冇過熱，一個人仲返到工，仲覆到信息，仲笑得出，唔代表佢入面冇耗損。好多時我哋以為自己唔快樂係因為人生未夠好，未有樓所以唔快樂，未揾夠錢所以唔快樂，伴侶未夠體貼所以唔快樂。呢啲問題當然真實，唔係假。但如果我哋將快樂完全寄託喺所有問題解決之後，咁好可能等一世都等唔到，因為人生唔會有一日完全清空問題。你解決咗工作問題，家庭問題可能又嚟，小朋友大個咗，父母身體可能開始需要你，供完樓可能又擔心退休，終於升職，又發現責任更大，終於有時間，又唔知點樣同自己相處。所以呢本書有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快樂唔係一個遙遠目的地，唔係去到某一個人生站先攞到嘅獎品。快樂比較似一套工具，一套你可以每日練少少、用少少、調整少少嘅心理工具。但喺講工具之前，我哋要先明白一件事，點解我哋個腦咁容易唔快樂？因為大腦嘅第一工作唔係令你幸福，而係令你生存。呢句好重要。你個腦唔係一個幸福製造機，你個腦更加似一個保安系統。佢最在意嘅唔係你今日有冇享受人生，而係你有冇危險，有冇出錯，有冇失控。喺遠古環境，呢套系統好有用。你行過草叢聽到聲，如果你樂觀咁諗，可能係風，但其實係野獸，你就麻煩。相反，如果你悲觀啲、敏感啲，快啲避開，就算最後只係風吹草動，你都仲安全。所以大腦好自然會偏向留意負面，記住危險，預測最壞情況。問題係今日嘅野獸唔係草叢入面跳出嚟，而係老細凌晨嘅 WhatsApp、樓價嘅數字、伴侶一個冷淡嘅表情、同學聚會入面一個無形比較。你個腦用同一套警報系統去處理現代生活，結果就係長期拉響警鐘。
你有冇發現，你好容易記得今日一件做得唔好嘅事，但好快忘記10件其實做得可以嘅事。你可能開會90%時間都表現正常，但只要有一刻口窒，夜晚就重播10次。你可能今日已經處理咗好多工作，但臨放工收到一封語氣唔太好嘅 email，成個人就跌落去。你可能伴侶平時都對你好，但今晚佢攰得滯，冇乜講嘢，你個腦就開始編劇，係咪我哋有問題？係咪佢唔再重視我？呢個就係大腦保護你嘅方式，但保護得太密就會變成困住你。書入面有一類工具好適合用嚟理解呢件事，例如壓力水桶呢個比喻，你可以想象每個人心入面都有一個水桶。工作壓力倒一啲水入去，家庭責任又倒一啲水入去，金錢焦慮又加啲，睡眠不足又加啲。平時你未必覺得每一件事好大，但一滴一滴加埋，水位就越嚟越高。最麻煩嘅地方係我哋好叻忍，水桶差唔多滿，你都會同自己講忍多陣啦，大家都係咁啦，星期五就好啦，放假就好啦，等呢個 project 完咗就好啦。但 project 完咗又有下一個 project。星期五之後又係星期一，放假返嚟 email 更多，你一路忍，水桶一路滿，直到有一日一件好細嘅事令你爆，可能只係屋企人問你今晚食咩，你突然好燥；可能只係小朋友打翻杯水，你突然失控；可能只係同事問你一個問題，你心入面好想大叫，事後你又自責，點解我咁小事都頂唔順？但真正問題未必係嗰件小事，而係你個水桶已經滿咗好耐。所以快樂嘅第一步唔係叫你諗正面啲，而係先問我嘅壓力水位而家去到邊？呢個問題好簡單，但好多人從來冇問過自己，因為我哋只會問件事做完未，錢夠唔夠，老細點睇我，但我哋好少問我而家仲有幾多心理空間，我係咪已經長期過載，我係咪需要放水，而唔係再逼自己裝多啲。當你開始咁問，你會發現自己唔係突然變弱，而係終於誠實。第二個要拆嘅迷思係快樂唔等於永遠開心，呢個迷思好毒，但好常見。好多人成日覺得，既然我讀心理書、做練習、學成長，我就應該少啲唔開心，少啲焦慮，少啲失落，甚至有啲人會因為自己唔開心而更加唔開心。點解我都已經咁努力，仲會有呢啲情緒？但現實係冇人可以永遠快樂。就算一個心理學家寫一本關於幸福嘅書，都唔代表佢人生冇低潮、冇壓力、冇懷疑。成熟嘅心理健康唔係消滅所有負面情緒，而係你有能力理解佢、容納佢、回應佢，而唔係俾佢完全拖走。你可以想象，快樂唔係天氣永遠晴朗，而係你有一套面對天氣變化嘅裝備。晴天時你識得享受，落雨時你有遮，打風時你知道要入屋。天陰時，你唔會以為自己人生失敗，但奇怪係一講情緒，我哋就好似覺得自己應該全年晴天。你今日焦慮，唔代表你退步；你今日低落，唔代表你冇用；你今日唔想講嘢，唔代表你唔珍惜身邊人。情緒係信號，唔係判決書。佢可能想話你知，你攰啦，你太耐冇休息，你承擔太多，你有啲需要冇被看見，你有啲界線被越過。你有啲期待，其實唔係你自己揀，而係社會、家庭、朋友圈一路塞俾你。所以今集我哋唔係追求一種永遠開心嘅人生，而係追求一種比較穩定、比較有彈性嘅自己。你可以有低潮，但唔至於一低潮就覺得自己完蛋。你可以有壓力，但唔至於一有壓力就完全失控。你可以有不安，但唔至於俾不安決定你所有行動。跟住就到一個好貼地嘅問題。如果快樂係可以練習，咁我應該練啲咩？好多人成長過程入面冇乜人教我哋點快樂，有人教你考試，有人教你做人要識做，有人教你儲錢，但好少人教你真正需要咩？你點樣休息？你點樣分辨自己嘅價值觀同人哋嘅期待？你點樣喺忙到冇時間嘅生活入面留翻一啲位置俾自己？所以書入面提到嘅快樂三明治呢類概念，好適合我哋用。快樂唔係單一材料，唔係淨係有錢就快樂，唔係有自由時間就快樂，唔係成功就快樂。快樂比較似一份你自己砌出嚟嘅三文治，有底、有餡、有配料，仲要啱你自己口味。有啲人嘅底係安全感，佢要知道生活唔會突然倒塌，所以穩定收入、健康、基本儲蓄對佢好重要。有啲人嘅底係關係，佢需要有幾個真係可以講真話嘅人，
有啲人嘅底係意義，佢唔怕辛苦，但要知道自己做緊嘅事有價值。有啲人嘅底係自主，佢可以忙，但唔可以完全冇選擇權。有啲人嘅底係身體狀態，佢一瞓得差，食得亂，冇喐動，成個人就跌得好快。問題係社會成日好似得一款三文治俾你揀：高收入、有樓、有身份、有名校、有成就、有面子。你細個聽父母講要讀好書，大個聽社會講要買樓，入職場聽老細講要上進。你一路以為呢份就係標準快樂套餐，但到某一日，你可能發現，就算你食到一半，都唔係你想象中咁滿足。呢個時候唔係代表你失敗，而係代表你要重新問：我自己嘅快樂配方係咩？呢條問題好難，因為我哋好少被容許咁問。你問自己想要咩，好似好奢侈；你問自己中意咩，好似好幼稚；你問自己攰唔攰，好似好軟弱。但其實一個成年人要真正穩定，唔可以永遠只靠責任感運作。責任感可以令你撐住一段時間，但長期只有責任感，冇滋養、冇連結、冇意義、冇喘息，人會慢慢乾。所以你可以試下，唔好一開始就問點樣先可以人生大改變，試問細啲。過去一個月咩時刻令我有少少真實嘅舒服？可能係星期日朝早冇人叫你，你慢慢飲杯啡；可能係你完成一件細事，覺得自己仲有掌控感；亦可能係同小朋友一齊落街買雪糕，或者係你行過海邊有10分鐘冇諗工作。呢啲唔係小事，對一個長期過載嘅大腦嚟講，呢啲係補給站。但講到呢度，好多人會話，我都知要休息，要做啲令自己開心嘅事，但我真係冇時間。呢句說話我好明白，我哋嘅時間唔係一塊完整蛋糕，係一堆碎到唔知點用嘅餅碎。朝早趕返工，返到公司一堆會議，午餐可能都係邊覆 email 邊食，放工已經身心俱疲，返屋企仲有家務、伴侶、小朋友、賬單。你叫一個咁嘅人，每日冥想1小時，運動1小時，寫感恩日記半小時，佢只會更加內疚。所以呢本書嘅每天一點心理微調，呢個方向重要就重要喺一點，唔係大改革，係微調，唔係要你一夜之間變成一個高度自律、早睡早起、情緒穩定、日日運動嘅完美人類，係你喺現有生活入面揾一個可以插得入去嘅細動作，例如擔憂算呢類工具背後嘅精神係幫你分辨我而家擔心嘅事係咪我可以控制，如果可以，我下一步係咩？如果唔可以，我可唔可以練習放低，或者將注意力帶返而家？我哋好需要呢個分辨，因為我哋太多擔心係混埋一計。你一諗工作就諗到收入，一諗收入就諗到樓，一諗樓就諗到父母年紀，一諗父母就諗到自己將來，一諗將來就諗到香港環境，一諗香港環境就諗到小朋友教育，一諗教育就覺得自己透唔到氣。個腦好似一個 WhatsApp group，幾十個人同時講嘢，完全冇 admin。擔憂樹嘅用處就係幫你做返 admin。你可以問自己：第一，呢件事係真實正在發生，定係我預演緊最壞情況？第二，呢件事有冇一個我今日可以做嘅行動？第三，如果有，最細下一步係咩？第四，如果冇，我可唔可以承認呢個係不可控，然後做一件令身體落返地嘅事？例如你擔心公司裁員，呢個擔心可能有現實根據，唔係你亂諗。但你今晚凌晨2點反覆想，如果我冇咗份工點算？未必幫到你。你可以問：我而家可以控制咩？可能係更新 CV、整理財務狀況、約一個舊同事食飯，了解市場，或者明日同伴侶傾一傾家庭開支，呢啲係可控。至於公司最終點決定，你今晚諗多500次都唔會變。咁你就要練習將腦入面嗰隻倉鼠由滾輪上面抱返落嚟。講到倉鼠滾輪，呢個畫面好貼切。好多時我哋嘅焦慮唔係解決問題，而係原地狂跑。你越諗越攰，但其實冇向前。你以為自己喺準備，其實只係喺消耗。你以為自己唔停咁想係負責任，其實可能係大腦警報系統唔肯關。咁點樣落車？其中一個方法係鏡頭拉遠。當你陷入一個念頭，例如我今日表現好差，大家一定覺得我冇能力。你可以想象自己將鏡頭拉遠少少，近鏡時你只見到自己口窒嗰秒，拉遠少少，你見到成個會議你其實有幾次貢獻，再拉遠，你見到同事其實都忙緊自己嘅事，未必有人反覆諗你嗰句說話，再拉遠，你見到人生唔會因為一次會議就定生死。
鏡頭拉遠唔係自欺欺人，唔係明明做錯都話冇事，係俾自己一個比較完整嘅畫面。焦慮最中意將世界縮到得一點，然後話你知呢一點就係全部。拉遠就係重新攞返比例感。我哋特別容易失去比例感，因為生活節奏太快，空間太細，成本太高，競爭太密，好多嘢一出事就好似即刻影響身份、收入、關係。你 send 錯一個 email，好似職涯完蛋；小朋友測驗失手，好似人生輸咗；朋友冇約你，好似自己被排除。其實好多時唔係件事細，而係你個系統已經太緊，一拉就痛。所以心理微調唔係諗開啲3個字咁簡單。佢係一套練習，留意自己而家個腦講緊咩故事，分辨呢個故事有幾完整，然後幫自己補翻啲現實。你可以用一句好簡單嘅說話問自己，除咗呢個解釋，仲有冇第二個可能？老細未覆你 message，除咗佢不滿我，仲有冇可能係佢開緊會？伴侶今晚冇乜反應，除咗佢唔愛我，仲有冇可能係佢自己都攰？朋友冇讚你近況，除咗佢睇唔起我，仲有冇可能係佢根本唔知你需要被肯定？你會發現，當你開始容許第二個解釋出現，情緒未必即刻消失，但你會冇咁被佢綁架。另一個好重要嘅概念係習慣。好多人一講快樂，就會即刻訂一個大計劃。我要早睡早起，每日跑步，戒手機，學投資，改善親子關係，同伴侶重新溝通。聽落好上進，但其實個腦一聽到都想逃，因為你已經好攰。再加堆應該，只會令大腦覺得人生又多份功課。結果你堅持3日，第4日做唔到，然後又鬧自己冇毅力。所以書入面講好習慣嘅方向，值得我哋記住。如果你想大腦合作，目標要細到唔恐怖，唔好一開始話每日冥想30分鐘，可以係瞓前坐喺床邊呼吸10次。唔好一開始話我要完全唔睇手機，可以係返到屋企頭10分鐘，手機放喺袋入面，先飲杯水。唔好一開始話我要改善親子關係，可以係今晚用5分鐘。唔覺瞓，只係聽小朋友講一件今日發生嘅事。細唔代表冇用，細係因為你要繞過大腦嘅抗拒。大腦唔中意巨大改變，尤其係一個已經壓力爆滿嘅大腦。你越大力逼，佢越想逃。相反，當一件事細到好容易成功，大腦就會慢慢建立我做到嘅證據。快樂好多時唔係來自一個大成就，而係來自每日一點點。我仲有選擇，我仲有能力照顧自己，我唔係完全失控。講到呢度，我想特別講一個成年人好深嘅痛點。我哋好多快樂被等我之後先偷走咗。等我忙完呢排先休息，等我升職先慶祝，等小朋友大個先有自己生活，等退休先旅行，等伴侶改變先好好生活。但人生好殘酷嘅地方係，之後永遠會搬龍門。你以為過咗呢一關就有空間，但下一關好快出現。你以為等到某一個條件齊就可以開始快樂，但到時你可能已經唔記得點樣快樂。所以今集唔係叫你放棄目標，目標好重要，責任亦好真實。但我想你分清楚，你可以追求更好生活，同時唔需要暫停所有快樂。你可以努力供樓，同時容許自己星期日有一個安靜早餐。你可以為小朋友打算，同時唔將自己整個人生壓成一張成績表。你可以想升職，同時唔將每一次工作失誤都當成自我價值審判。成熟嘅快樂唔係逃避現實，而係喺現實入面留返一條呼吸通道。不過講到心理工具，我哋亦要好清醒咁講呢本書嘅盲點，或者更準確咁講，喺呢類自助心理書最容易被誤用嘅地方。心理工具好有用，但佢唔應該變成另一種叫你忍耐嘅說話。好多壓力唔係純粹來自你諗法錯，而係環境真係辛苦，工時長係真，生活成本高係真，照顧責任重係真，家庭期望有時好沉重都係真。如果我哋將所有問題都講成你調整心態就好，其實係唔公平。所以利用呢本書嘅時候，要記住3層。第一層係自我調節，即係當你個腦開警報，你有方法幫自己冷靜少少，拉遠少少，分辨可控同不可控。呢層好重要，因為冇咗佢，你會好容易被情緒推住走。第二層係界線，當你冷靜返，你要問有冇啲壓力其實唔應該長期由我一個人硬食。例如老細長期非辦公，時間抬你；屋企人長期將情緒倒落你身上；伴侶長期唔分擔責任；朋友長期仔踩你做垃圾桶。
心理工具唔係叫你笑住接受，而係幫你有力氣講清楚，我可以幫，但我唔可以無限量承擔。第三層係支援同改變環境，有啲情況唔係靠一本書可以解決。如果你長期失眠、情緒低落、焦慮到影響工作同生活，或者有傷害自己嘅念頭，請唔好獨自死撐。呢句說話好重要，因為真正善待自己唔係乜都自己搞掂，真正善待自己係知道幾時可以自己做微調，幾時需要找人扶一扶。而家我想將今集落到一個好實際嘅練習，你今日聽完之後唔需要即刻改變人生，你只需要做一個3分鐘嘅心理清空。今晚或者你下一次覺得個腦好嘈嘅時候，攞張紙或者手機備忘錄寫3行。第一行，我而家個壓力水桶入面有咩？唔使寫得靚，唔使有邏輯。工作、錢、伴侶、小朋友、身體、未來、睡眠，諗到咩就寫咩。重點係將佢由腦入面搬出嚟，因為好多壓力留喺腦入面，會變成一團霧，寫出嚟先會變成一樣你可以看見嘅嘢。第二行，邊一樣係我今日可以控制1毫米？唔係控制全部，只係1毫米。你唔可以今晚解決公司前景，但你可以聽日整理 CV 15分鐘。你唔可以即刻改變父母性格，但你可以決定今晚唔喺攰到爆嘅時候討論敏感話題。你唔可以即刻令伴侶完全明白你，但你可以用一句比較清楚嘅說話講：我今晚唔係嬲你，我係真係攰，我需要休息半個鐘。你唔可以即刻變健康，但你可以今晚早10分鐘放低手機。第三行，我今日可以做一個咩放水動作？放水動作唔一定要高級，可以係沖一個唔趕時間嘅熱水涼，可以係落樓行一個圈，可以係將手機放遠10分鐘，可以係取消一個唔必要嘅約，可以係飲杯水，可以係同一個信得過嘅人講：我最近有啲攰。可以係乜都唔做，只係承認自己今日真係辛苦。呢個練習簡單到你可能會懷疑咁就得，唔係咁就解決人生，而係咁樣開始，你終於唔再將自己當成一部永遠要運作嘅機器。你開始睇見自己嘅水位，開始分辨咩可以做，咩要放低，開始俾自己一個細小但真實嘅回氣位。快樂好多時唔係突然降臨，而係你每日少少咁停止傷害自己，少少咁唔再用最嚴厲嘅聲音同自己講嘢，少少咁唔再將所有不可控嘅事攬上身，少少咁唔再等到人生完美先准自己呼吸。可能你今日仲係好攰，問題仲喺度，工聽日都要返，屋企責任都未消失，但你可以由今日開始同自己講一句比較清醒、比較溫柔嘅說話：我唔係壞咗，我只係太耐冇理解自己。你嘅大腦有時會好嘈，會預測最壞，會捉住錯誤唔放，會叫你不停比較，會叫你快啲解決所有問題先有資格放鬆。但你唔需要同佢打仗，你可以學識聽佢講咩，再慢慢教佢。多謝你保護我，但而家未必真係有危險。多謝你提醒我，但我唔需要今晚諗晒成個人生。多謝你想我做得更好，但我都需要休息。呢個就係今集想留俾你嘅心理說明書。如果你成日覺得自己唔快樂，唔好急住判自己死刑。可能你唔係負能量，你只係個腦長期開住警報。可能你唔係唔感恩，你只係壓力水桶太滿。可能你唔係冇自律，你只係一直用一套太大、太急、太苛刻嘅方法去逼一個已經好攰嘅自己。由今日開始，唔需要即刻追求完美快樂，先幫自己回一口氣，先將水桶放走一啲水，先由一個3分鐘練習開始。因為快樂唔一定係人生到站之後先出現，有時佢就係你喺一個好普通嘅晚上，終於冇再鬧自己，終於承認自己辛苦，終於做咗一件好細但係照顧自己嘅事。如果你想繼續用一本書講清一個我哋常見嘅心理卡關位，可以訂閱心理說明書。我哋下集再一齊睇清另一個令你卡住好耐，但其實可以重新理解嘅自己。